在日本脑炎大流行的时间呢是6月到7月，毋过即马伫咧假期前这2天呢，煞出现今年头一个即个日本脑炎的本土病例，而且这个患者呢，因毋捌出国，嘛毋捌去过高风险的区域。这卫生局除了加强环境的巡检以外，嘛呼吁民众会当来做疫苗。卫生局人员沿路对较会生蠓虫的所在做检查，若有看到积水的所在，拢会先来清除，嘛会通知民众爱来注意。因为假期时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日本脑炎的病例，卫生局两名加强对环境的检查。像那个盆栽的底盆啊，也许想说，我把它放着以后，它会有水，比较不会容易干掉。结果它1天2天这样浇以后，它积水容器里面就滋生了，它也不清楚。觉得虽然小小的，只要0.2公分的东西，它就会长决了。所以我们民众要注意一下。确诊日本脑炎的病例，最近无出国，嘛无伫低调参边活动，哪会确诊日本脑炎，引起假期时卫生局的重视。卫生局表示，个案是一位40岁的查甫，人已经伫病院来治疗，大多数的人目前无感染的状况，会继续来观察。这一个个案呢，他目前没有这些的活动史。那他目前的症状呢，就是意识形态有改变，还有抽搐等等的症状。那目前已经在住院治疗中。日本脑炎主要流行的时间是伫6月到7月，会伫10月佫出现病例。卫生局表示，原因佫需要调查。今年全国计共有21个日本脑炎的确诊病例，拢是本土案例。呼吁有需要出入低调，也是参边这种高风险环境的民众，拢会当来注意疫苗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